交通部安省对6月开始要甲考奥多拜驾照困难度有关，不过即马有互查出讲有一个违法集团专门咧替民众考这汽机车的驾照，甲考生的身份证、相片等资料改掉了后，对体检、笔试、路考全部拢包。就一个民众考几落届考不过，就开9万块找人代替伊考。即马一个考生含代替考试的人拢爱食官司。去监理站骑车考驾照，伫线并行，当店才阁骑，拢是考题之一。若毋着伤济互扣分，都无缘摕到驾照，后回才阁来考。我刚忘记打方向灯，然后脚不小心离地。他在笔试方面会有吗？我觉得还好诶。考汽机车的驾照，一般敢来当考家己。即马所标出有代考驾照的集团，为体检、笔试、术考，替考生规盘服务到底，一届收费1万多块。109年的11月，来代考之后，又在110年的1月，那后来我们的同仁，眼尖有发现，是同样一个人。提出执照登记书，物件内底相片的人甲资料写的名，并不是同一个人。原来一个姓温的查甫人，几啊届路考拢考无过，开9万找称手。不法集团篡改伊身份证的相片，找人代考了后，成功摕到汽机车的驾照。一直到监理人员发现同一个人真接来考驾照，才发现有各样。经本院审酌被告3人所为，均影响户政机关对于身份查核的正确性及监理机关对驾驶执照核发之正确性。一审以户籍法，甲这个姓温的查甫人判2个月。不法集团的2个成员，一个判2个月，一个判3个月。因那姓齐的主谋是已经过身，伊无起诉处分。不过，这种的问题不时咧出现，监理单位的作业敢是有漏碰？我们在身份证的检核里面，是即使透过户役证的连线，不管它是不是补发或者是换领换发。公路局强调讲，已经要求当人加强身份的查核，嘛甲户政单位串联核对资料。面对交通的乱象，交通部按算要提悬考驾照的难度，万不离找人代考嘛会当过关，相关的政策恐惊嘛无法度发挥作用。记者综合报道。